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银行。今天南方都市报刊登一篇报道，叫去年，也就是2024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下跌，城商行跌幅最大，超13%。经常看咱节目的都知道，我从2024年开年就说，银行的利润、银行的营业规模要双降，也就是2024年、2023年实际上就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出现拐点，2024年下降，但是有的银行没有下降，但是2025年一定会下降，纸是包不住火的。你看，商业银行先扛不住了，就是粉饰也没有办法再粉饰了。这是南方都市报报道的，商业银行净利润下跌，城商行跌幅最大。我看一看国有大行什么时候撕下它的遮羞布，你可以继续粉饰，你要粉饰到什么时候？丑媳妇啊，毕竟要见公婆啊。他的文章这么说的，说2024年净息差呈下降趋势，4个季度分别为1.54%、1.54%、1.53%、1.52%，连创历史新低。4季度农商行净息差逆势扩大，城商行息差收窄幅度最为明显。尽管非息收入成为新的增长点，在息差持续收窄的制约下，银行盈利能力依然承压。2024年全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速转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2.3万亿元。根据财新测算，同比下降2.3%，增速较前3季度增长0.5%，下滑了2.8个百分点，与2023年全年增速3.2%相比，放缓了5.5个百分点。对银行来说，存贷款业务依然是国内商业银行的基石，因而息差收窄带来的挑战愈发突出。2024年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52%，就是第4季度，同一年1至3季度分别是1.54%、1.54%和1.53%，年内3次创历史新低。自2023年以来，持续低于合格审慎评估标准2023年修订版设置了不低于1.8%的合意要求，息差不断的在收窄。想象一下，今年还有降息的需求啊，对银行来说啊，那叫雪上加霜啊。与3季度相比，农商行净息差逆势扩大1个基点至1.73%，为年内最高，但仍大幅低于2023年4季度的1.9%，其他类型银行的净息差均继续收窄，其中城商行息差收窄5个百分点至1.38%，降幅最大。股份制银行、民营银行、外资银行息差各收窄2个基点至1.61%、4.11%、1.42%，大型银行息差收窄1个百分点至1.44%。这个大型银行就指着国有大型银行，工行、建行、中行、邮储银行。他这个文章说，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主要是由于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持续处于历史低位。根据这个2024年第4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啊，人民银行不断深化利率市场改革，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 LPR 改革和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效能，推动贷款利率明显下行。根据该报告披露啊，2024年12月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同比下降约0.6个百分点，就是银行的贷款利息平均只有3.3%了。我想有很多人恐怕也接到过这个银行打的那种贷款电话，有的国有大行啊，那个个人消费贷只有2.几%。从资产规模看，2024年4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45万亿，同比增长6.5%，增速高于3季度末0.8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同比增长增速放缓1.6个百分点至7.6%，占比下降0.3个百分点至42.8%。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总额同比增速加快0.2个百分点至4.7%，占比微升0.1个百分点。2024年4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贷款，这个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的贷款，这个余额一共是81万亿，比第3季度末增加了1.6万亿。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3
13.3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与3季度持平。这个数字在增长，给较为企业主授信额度在1000万以下的这种贷款在增加，大家就知道未来意味着什么。咱们形象的比喻，就把站掉的绳子往下放一放，这个有点像美国2008年金融风暴的刺激贷。这个道理比较简单，越小的企业虽然它缺钱，但是它风险也很大，抗风险能力更弱，说关门就关门。就是说，当一个银行没有办法给这种小微企业玩命的贷款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明银行已经无路可走了。这个不是什么好事。虽然说小微企业应该要贷款，需要扶持但是银行如果在这块加大力度，一方面说明它大的企业，比如以前都是房地产开发商、大的这种工厂需要流动资金，需要贷款，但是这一块它没办法增加了，在萎缩，所以银行只能把目光盯向这些小微企业。这个小微企业跟个人贷款还不一样，你个人贷款你得还一辈子，因为我们还没有个人破产制度。那小微企业他说关门说破产就破产了，你爱咋地咋地。商业银行质量稳中有升，就是说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稳中有升。2024年4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3.3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减少977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此前3个季度分别是1.59%、1.56%、1.56%，呈下降趋势。农商行不良率下降24个基点至2.8%，虽然仍相对较高，但改善幅度最大。大行、股份行、城商行不良率分别为1.23%、1.22%、1.76%，较3季度末走低2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贷款不良资产做手脚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也就是说什么不良率下降，这个恐怕是叫自欺欺人呢。你说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没有办法从政府那儿，从那个城投公司拿回自己的应收账款，这是咱们最近老说的应收账款。那他没有办法从恒大、从碧桂园、从融创那儿拿到钱，他甚至没有办法从比亚迪的敌链里面顺利的把钱结到这边，他欠银行的钱他还不上，银行说他不良率下降，他是怎么下降的呢？这个不符合逻辑。这不良率下降无非就是这个企业欠银行1个亿还不起了，而如果你要违约的话，那么这个就成了不良贷款，那银行上下游相关人等都要受处罚，他都要担责任，银行的报表也不好看。所以他们要做的什么呢？银行就找企业，你能不能把利息还上，你得想办法保证这个贷款它不是不良。你申请就是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努力，实在不行你稍微往前迈一步，我给你展期，就贷款这个企业已经还不起了，但是他还给他展期，你只要一展期，它不就不是不良了吗？对吧？本来是2025年2月20号到期，你得还贷款，还不起，那我给他展期，展到2027年2月，那这笔贷款它就不是不良，也就是做手脚的很容易。银行放出去贷款，在它到期前半年，银行就会过去了解这公司的财务状况，能不能还得起，跟人沟通。所以这个不良贷款率这里面水分最大。好，如果到了2027年还是还不起怎么办呢？银行还有招，他把这一资产打包，好的坏的混在一起挂牌，谁来买？由银行下面的或者跟银行有关系的资产管理公司出手把它买走。你看看这个不良率就变成一个叫黑箱，你永远搞不清的不良率到底是多少。从风险抵补能力看，2024年4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额为6.9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减少1486亿元，拨备覆盖率为212%，上升1.7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3.2%，下降0.09个百分点。同期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是15.7%、12.6%、11%，较3季度末上升0.12个、0.14个和0.13个百分点。这个是南方都市报报道，2024年商业银行净利润下降，这就是2024年的拐点到了，2025年开始下降，2026年是已经形成，大家心知肚明。这是商业银行，那股份制银行、国有大行基本一样，只是程度不，底子最厚的是国有大行，所以它很有可能继续粉饰它的报表。这些城商行、商业银行它的底子弱，腾挪的空间有限，所以它最先暴露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都不用看银行的报表，我们只看这个我们就是官方的数据。什么数据呢？第一个是不是在降息？只要降息，那我们的这个叫存贷差，就是息差，它就在收窄，这是常识。息差一收窄，银行的利润就承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经济形势这么低迷，谁在贷款？韭菜都玩命的存钱。昨天咱们做的节目是不是人均存款已经10万了，10.7万，还在增长，也就是大家玩命的把钱往银行存，压力就给到银行了。银行应该把这钱要贷出去，银行按照这个乘数效应系，它要贷4倍，当然了，它有一个准备金扣掉10%、15%什么的，剩下的它要4倍的这种倍数往出贷。你说它的基数不停的增加，现在本来贷
贷款人就少，他还以4倍的速度往出贷，怎么可能？银行压力多大？第三个啊，本来房地产是银行的最佳客户、优质客户，房地产行业，这个是官方都有数据，银行涉房贷款恐怕占40%，这个绝对的，就是账面，咱们不算那些通过其他渠道变相流入房地产的资金，就说银行自己的账面至少40%，这40%包括什么？包括第一个是开发商从银行的贷款，开发商给银行的流动资金，什么开发商在银行保障账户、监管账户，还有个韭菜按揭贷款，这个韭菜在银行的按揭贷款是银行最优质的资产，开发商连续好几年给银行的贷款都是在下降，因为开发商都爆雷了。你说恒大，你说碧桂园，你说融创，他怎么可能还能从银行贷到款？他有些新单那是项目还有点钱，但是总体，比如说我们以恒大为单位，他给银行的贷款是不是急剧下降？融创都一样，连万科从银行贷款都在下降。你把它汇总起来，开发商从银行拿的钱越来越少，反过来就是银行贷给开发商的钱越来越少。按揭贷款是不是韭菜买房的越来越少？韭菜买房越来越少，跟去年同期相比，跟前年比都在下降。银行的最优质的资产，它的增速在下降，这是第二个什么？这韭菜还玩命的还按揭贷款，这韭菜的处心积虑的攒钱把按揭贷款提前还掉，那你就是在消耗，你就是在消灭银行的最优质的资产。这个我想大家不用看报表都能感知得到，这也是银行的利润为什么要下降。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政府现在是要求这金融机构你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如果你这个贷款的利率再高，更没有人贷款了。无论是从促消费、稳楼市，还是什么促进投资，它都需要银行你的降低你的贷款利率，实际上就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你看这一句话，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那不就是降低银行的利润吗？我给翻译一下。所以说你说银行的利润下降，那是天经地义，银行的利润不下降那才叫逆天，净利润下降这是必然。我们就不说那个坏账，恒大暴雷、融创、碧桂园，他欠银行多少钱？虽然有土地质押，还有很多韭菜他断供，虽然房子在银行手上，问题那玩意儿你能把它变成钱吗？但一个人两个人违约的时候，断供或者是还不起了，你可以拍卖他的房子，但大家都在违约的时候，你把房子拍卖给谁呢？你把土地卖给谁？所以这个坏账你都不用想，它肯定是在增加。这是房地产，那还有60%跟房地产无关的，难道他们就好得了吗？说到科技，你说杭州六小龙，你说 DeepSeek 再火，它跟银行有啥关系？你银行敢给 DeepSeek 贷款吗？不敢贷款，就是贷也非常少。你把人家服务器压在那儿，把那个 GPU 有多少块给他估一下价，抵押给银行贷款，银行敢要吗？过5年那玩意儿就不值钱。这个杭州六小龙人家要的是股权投资，不打算还的，你们都是风险投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这些跟银行也没关系。你就知道银行现在有多难。但是你看股市银行股不停的创新高，我们现在就要看它怎么下了，谁来给它解这个围。我想今年这个国有大行恐怕为了体面，为了颜面，不仅要营造一个利润不错，还要高分红，继续要出血，要不然它这么高的股价没办法维持，它要粉饰报表。那2024年的报表你能粉饰，2025年的报表，也就是2026年的时候，你还能粉饰吗？你能粉饰多少年？越往后就是在滚一个越大的雷。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典型的一个城商行，媒体报道，新浪财经援引某自媒体文章称，甘肃银行员工，就是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爆料说，该行上市前让员工贷款持股，每人投入10万元，如今已亏损超80%。根据该自媒体文章梳理说，爆料的员工是甘肃银行第一批入职的大学生，2014年入职后便遇上员工持股计划，公司为完成员工持股计划和自然人持股指标，要求大家全部入股，因为我们都没钱，行内让我们贷自己的消费贷，做假贷款作为股金，不入股就领导骂，最后我们就入股了。你看看这个大学生好不容易找个银行的工作，2014年他很牛的，2014年在银行上班很火的，相当于光宗耀祖，而且赶上了这个员工持股，那简直要发财了。没有钱你就贷消费贷。截至20日收盘，这个在香港上市的甘肃银行收入0.245港元每股，而据员工透露，当初他们持股价为1.45元人民币每股，这不就跌的裤子都没得穿了吗？零头都不够，入股价是1.45人民币，现在是0.245港币，那就是相当于2毛钱，每股赔1块2。给行里反映留言，行里面的领导装死不理睬，我们当时每个人10万，现在跌得不成样子，亏损达到接近90%，说这些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尤其双职工的一家2口都是亏损，我们得赚多少年才能回本？甘肃银行是
是城商行的一个缩影。甘肃银行是2017年12月29日公布招股说明书，2018年1月18日正式在港交所上市，成为西北地区首家上市的城商行。该行在2014年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向2692名内部员工发行2.7亿股，共计筹资3.92亿元，成本为1.45元每股，2700名员工2.7亿股，那就是人均10万股，这个人均赔13万，1.45元每股吗？现在是0.24港币每股。说上市1年后，员工所买入的上市前持股可以抛售。从2019年2月至当年11月底左右，甘肃银行的股价在2.1每股区间震荡，那也就是说给了机会，就你在这个时候卖掉，应该是不赔钱。它不是1.52港元吗？如果你要2.1港元卖，那你还赚不少呢，20%是有的。若在这个时间抛售，是可以落袋为安。但爆料员工则表示，员工股权都是托管在行领导名下，我们只有所有权，没有交易权。你说这就够孙子了，这个就扯淡了。这个交易所是不认的，相当于你们员工把钱凑起来给领导，领导以他的名义入股，你这不就扯淡吗？疑似甘肃银行上市前员工被迫贷款入股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一波关注。新浪财经、金融一线致电该行询问此事，客服只表示无法核实该问题，我们客服只处理相关的业务问题，请通过其他渠道核实确认。当被问及甘肃银行是否有投诉热线时，该客服则称，我们能受理一些业务问题的投诉，但您所述的问题我们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同时该客服也表示会将相关问题记录下来，并反馈至后台核实后会再联系。针对该爆料有部分内容目前无法得到求证，甘肃银行方面也暂无对此事进行公开回应，后续需以官方正式回应为准。我说这个风险在哪儿？大家以后记住了，你要这种形式不要参与，老想着占便宜，领导骂我也不参与，就是让你出钱，然后交到领导的名下，领导去买股票入股吗？你以为这个没事？这是你的领导，这是银行还能骗我吗？不是银行骗你，银行不会骗你，我相信。问题是法律关系就在那摆着的。假设这个领导赌博，或者假设这领导在外面做生意，或者假设领导自己买了房子，按揭贷款交不起了，法院把他房子一查，把他房子卖掉，结果还欠钱，那怎么办？查他名下的资产，这个股票就在他名下，法院就一把查，强制执行，就把它卖掉，拿回来钱给债权人。法院不可能说这个股票原来是好多下属交的钱买的，这跟法院没关系，这个是你跟你们领导之间的债权纠纷，你可以到法院去告你们领导借了你的钱没还。你看这法律关系是这么一层关系，所以很多上市公司都搞这种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平台，你像万科也都搞，但是作为员工要参加，一定要擦亮眼睛，是不是自己该参与，能不能参与，以什么形式参与，不要老想着它从1块涨到10块，它也可能从1块跌到2毛，所以不要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这个甘肃银行自上市以来，整体业绩较为萎靡，2016年至2018年其规模净利润分别是19亿、33亿、34亿，但上市后业绩变脸，你看这就是突击上市，业绩涉嫌造假，报表搞得特别漂亮，一上市对不起原形毕露，装不了了，装要成本，本市报表是要花钱的，要出血。2019年到2023年规模净利润分别是5亿、5.6亿、5.7亿、6亿、6.4亿，你看看上市之前是30亿，上市之后就变成5亿。截至2024年上半年，该行总营业收入31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9.5%， 它收入只有31亿了，你说利润怎么可能达到30亿呢？这简直是暴跌。净利润为3.95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3.3%。 净利息收入是甘肃银行营收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比超80%。然而受市场利率下行影响，就是净息差在减小，净利息收入从2023年同期的 28.7亿下降至25亿元，降幅为 11.6%。 对此，甘肃银行在财报中解释称，本行营业收入同比减少，主要受本行受市场利率价格下行影响。同时，本行作为省属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就是要出血要支持实体经济这刚才我们分析过了，主动降息让利，净利息收入同比减少，导致净利润同比减少。营
业收入滑坡早有迹可循。2020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0%，降至65亿。2021年该项数据仍下滑3.3%，达到63亿元。尽管接下来2年有所恢复，但增长幅度相对较小。报告期内，甘肃银行资本充足性指标有所下降，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023年的11%下降至10%，资本充足率从11.88%下降至10.88%。你看甘肃银行的操作是不是我刚才说的一模一样？说约2个月前，也就是去年11月份甘肃银行表示，为进一步缓解不良资产压力，拟透过公开竞价方式处置债权资产，本金余额及利息合计5644万元人民币。你看看银行粉饰这个不良资产报表，到最后实在没办法再盖了，纸包不住火。他还有一招，把一些不良资产裹到一起，打个包叫资产包，挂牌出卖出让。总之他肯定能找到一家公司来买，这公司跟他就有关系，你暂时把它背过去，你把这个黑箱子背走了，就没人查了，查不清楚，都卖掉了，谁买走了？在完成公开竞标流程后，甘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甘肃资管被确认为最终的资产受让方。值得注意的是，甘肃资管是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就甘肃国投的子公司，因此这笔交易被视为关联交易。甘肃国投不仅是甘肃资管的主要股东，同时也是甘肃银行的重要持股者。你看看是不是关联就出来了？是不是有关系？截至去年上半年，在甘肃银行的主要股东里，甘肃国投直接或间接拥有该行23%的股份。大家回忆一下，恒大的那个银行叫盛京银行，恒大不是大股东吗？把盛京银行整了个大窟窿出来了。恒大和盛京银行之间到底有多少账，这个谁都说不清楚。许老板是盛京银行的大股东，但是这个银行毕竟是沈阳国资委的，所以你看人家怎么玩直接沈阳国资委还是辽宁国资委直接把盛京银行所有的资产买走，就把它资产和负债都掏走，把那个黄瓜把那个南瓜把瓤全部掏走了。你说烂了，我把全部掏走了，这不就好了吗？他全买走，金融机构都这么玩。但是那个坏的那个南瓜的瓤最终谁来买单？甘肃银行、甘肃国投，他们都是甘肃国资委的，也就是我们薇薇老师所说的大头。你看他就这么玩。对这些腐烂的，他不是说把它切除肿瘤，把它清除掉，不是的，他是换个地方把它挪一下，转移。医学上一说转移就不好了，这转移后面还要扩散。你说这不良资产你转移了之后，它还要扩散，不要出更大的事吗？这只是甘肃银行一家实际上你仔细看一看，其他的银行差不多，都是一个玩法，都是一个师傅下山，一个模子教出来的，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人让我谈一谈最近4大这个资产管理公司为什么要合并，这里我没仔细去看，什么东方资产，什么这个信达。你要知道它为什么合并，你先知道它是怎么成立的。当年为了解决咱们银行的问题，那银行坏账太多。记得当时政府应该是20多年前，本来银行是财政部给钱，就是实打实的这个钱去贷款，去经营银行，资本金都是财政部。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三角债，最后传导到银行的坏账太多，贷出去的贷款根本要不回来，完了你拿回来那机器、什么汽车、什么土地都不值钱，卖不掉，银行面临倒闭，就是这么严重。后来我们一看这美西方人家银行还可以向老百姓借钱，不叫借，募集资金，这不挺好的吗？你财政部没那么多钱往里垫，这就是上市。但资本市场要钱，以前银行是不能上市的，大家知道吗？金融命脉怎么能上市？怎么能让外资？万一外资买了，万一这个其他的股东买了，他不听话，那怎么办？那过去是这么想的，不能上市。后来被逼急了，没有办法，解放思想，向股民募集资金。但是你说工行、建行、中行还有农行，资产状况它不能上市，都是坏账。所以每家银行后面成立一家资管公司，正好4家，每个资管公司对应一家银行，把它的坏账给接走。刚才说法，信达就是建行的，信达资管资产管理公司，他就把建行所有的坏账全部接走。好像也是各个省有分行，信达也一样，各个省有分行分公司，就1对1的专门去处理他的坏账接走。这样建行是不是报表就好看了？转移了吗？这是当年这4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由来。那现在为什么4家要合并呢？反正都是你算来算去都是财政部下面的，合并也是为了扛风险。这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为什么村镇银行都被城商行合并？村镇银行是2个缸1个盖子，是不是更容易爆雷？如果你把它合并之后，你就发现2个缸1个盖子爆雷的风险远远大于10个缸5个盖子的风险。你道理就这么简单。那现在把4家资产管理公司合成一家，实际上是想让这盖子刷的速度更快。每家资产管理公司只有2个缸1个盖子，盖来盖去的，你盖住这个盖不住那个，你速度再快总容易出问题。这回8个缸4个盖子，你就发现这腾挪的空间大了。合并
反而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就这么简单。说明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雷也要爆，他们接了那么多不良资产，怎么消化？那个叫什么？以前有个赖小民为什么枪毙？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就是个黑洞，他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那里面上下其手，明明这个资产值1个亿，他说这个资产不值钱，是个赔钱货，处理掉，处理给谁谁发财？你说他多大的权利啊？通过甘肃银行还有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我们知道这个银行现在危在旦夕，银行已经没有办法再粉饰了，我们恐怕很快就要知道真相。但是这个股份制银行还有国有大行恐怕还在玩命的粉饰，所以我就担心，一旦这个银行啊真面目暴露出来，你这胡适怎么扛得住啊？银行正好就像那个石头已经滚到山顶了，现在在玩命顶着，一旦顶不住，那石头下来，那是何等壮观！老说美的这个一味的推高股市的风险，股指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实际上，我们的金融股那风险远远高于这个美国的科技股，什么时候爆，越往后这个爆的概率越大，因为这终究它是包不住火。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